有比才来爬上帝，阮今仔日伫咧你的日子，都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献上阮的感谢，我也来敬拜你，因为你一直印传阮的教会，伫咧你旨意的内面，阮有牧师传道，要来接任阮教会的牧师，伊来要用你的信息来甲阮教示。请求主你，互阮谦卑伫你的面前，互阮知影家己的无完全，互阮知影阮的性命会卡己。阮在世间的日子不过是过客而已，阮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才有法度进入永生国度。这个目标是阮生命中唯一的目标。阮咧欢喜为着这个目标来认真来拍拼。亲爱的爸上帝，你互阮伫咧台湾这个土地来生活来徛起，阮来得到你诚好的照顾。阮愿望主你的天父的旨意，会当行伫台湾这个土地，你的公义、你的人民，行伫这个土地，你的爱充满伫咧阮的社会中，互阮社会中歹的代志会使拿来拿掉，互阮必义是善良的代志，互阮有较谦卑来甲主你共行。伫咧教会生活内面，保守阮做长老、做执事的，要做教会干部、会长的，会使谦卑甲心的牧师相甲来做工，欢喜伫主你的引带，凡事谦卑来做你好的管家，保守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会使用和平来彼此联络，尽力保守现行所事合一的心，互阮的意念会较相共，听心也相共，有共款的心思，有共款的意念，做伙服侍主，你的教会，彼此来讲出利益对方的话语，互阮生活中有你的智慧，互阮知影阮所爱行的是甚物，互阮也欢喜将你的代志放入阮生活中头一位，互主你来欢喜，互主你来满足，主你的名得到认同。亲爱的天父，阮伫咧这环球别个的世界，阮求主你赏赐阮一粒纯洁的心，互阮做一个属你无瑕疵的囝儿，互阮无跟对社会中同性恋的理论，来破坏天父所设立一男一女的世界。赏赐互阮有教育的智慧来分辨，互阮有无跟对世俗的脚步，互阮有较跟对主你光明善良的脚步，保守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勇敢行一主你爱阮去行的路，来荣光你的名。我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。阿门。